100% 免費考試第3彈，大家冇睇錯啊！今次呢條片嘅主題都係講免費認證考試。阿 Ken 繼揾到 AWS 同 AnyCloud 送出免費考試卷之後，今次揾到嘅係 K8SUG 派免費認證考試卷啦。今次呢個活動咧係以抽獎嘅形式嚟派送，至於中唔中啦，就要睇大家好唔好彩啦。如果大家都係 IT 人或者係 IT 學生嘅話，而且都想知道下點樣去參加抽獎，咁大家記住睇完呢條片佢啦，我會同大家講解下今次抽獎活動嘅一啲資訊，同點樣去參加今次呢個抽獎活動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Ken 講講 IT。如果大家已經係從事 IT 嘅，或者係準備從事 IT 嘅話，好大機會都會接觸到 Kubernetes K8S。阿 Ken 之前試過喺2015年去騰訊香港見工，當時就俾人問到好多關於 K8S 嘅問題，但係當年阿 Ken 只係喺一啲 event 裏邊睇過下一啲關於 AKS 嘅 demo，仲未真正學習 K8S。咁當然係會俾人問到口啞啞，乜都答唔出啦，份工當然都見唔成啦。之後 Container 同 Docker 越嚟越流行，間大廠都有推出佢哋自家嘅 K8S server 嘅 service， 例如 AKS、EKS、GKS， 就可以知道考過到呢一張 cert 嘅話，對大家揾工又係一個 benefit 啦。好，講翻今次嘅主題先。免費抽獎抽 Certified Kubernetes Administrator， 簡稱 CKA 呢一個考試卷。首先我哋同之前啲片一樣，一齊嚟睇下關於 CKA 呢一個考試嘅一啲資料先。今次呢個活動送出嚟嘅 CKA 呢張 cert， 其實係由 Linux Foundation 同 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， 簡稱 CNCF 所推出嚟嘅。考試題目係建基於 K8S Version 1.32呢個版本㗎。CKA 呢科考試主要係考5個領域㗎，包括咗係 Storage、Troubleshooting、Workloads and Scheduling、Cluster Architecture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s、Services and Networking 呢5科嘅領域㗎。考試時間有2個小時，題目大約咧係15至到20條，全部都係考 commands， 唔係 MC 題。Passing rate 係要66% 以上，咁而如果考試 pass 咗嘅話咧，將認證有效期咧係2年㗎。如果過唔到 passing rate， 係可以免費重考1次。好，今次呢個活動派出嚟嘅其實係有3名1年嘅 Codecloud Pro Subscriptions。咁 Codecloud 咧其實係一個網上嘅學習平台咧，可以話係價值咧美金大約係456蚊㗎。咁咧另外會送出2張 CKA 認證考試卷啦，而每一張咧係美金445蚊。咁另外咧亦都會抽2名嘅 SRE Day 倫敦嘅門票。咁大家如果喺香港或者喺其他地區唔係喺英國嘅話咧，或者唔喺歐洲嘅話咧，咁呢一張門票咧可能就對大家冇乜價值啦。咁而呢一張門票嘅價值就係英鎊嘅799蚊。咁點樣先可以攞到呢一張或者係參加到今次嘅抽獎呢？首先第一件事，個活動嘅時間係今年2025年3月25號，即係嚟緊嘅星期2，香港時間嘅5點半至到6點，下午5點半至到6點。咁大家要做嘅咧，就係首先第一件事就係要報名參加呢個活動啦。跟住咧就再出席呢一個線上 live 嘅 event。咁喺個活動期間咧就會抽出呢一個得獎者噶啦。咁而抽獎嘅話咧係會用呢個 wheelofnames.com 去填翻大家有出席
呢一個 live 活動嘅名單上面嘅每一個名。咁所以你入你個名嘅時候咧，最好都係入埋你個 surname 啦，或者諗翻一啲特別少少嘅名，唔好太 common 啦，好似係 Ken 咁樣啦。咁如果就咁打個 Ken 呢個字嘅話咧，相信會有好多 Ken 咧係都係喺參加咗呢次活動㗎。咁如果萬一其實亦都係最特別啦，如果萬一你係抽唔中嘅話咧，其實所有參加今次活動嘅人咧，都係會免費自動參加咗另一個叫做50% off voucher 嘅輪候名單嘅。咁至於呢個50% off 嘅 voucher 係點樣先再送出咧？咁就要等 K8SUG 咧遲啲慢慢去再公佈出嚟啦。咁啊 Ken 可能咧就再同大家去報道一下啦。咁而今次活動嘅贊助商啦，其實咧係有3間㗎。咁啊包括咗 CubeStrong 啦。咁第一個就係呢個啦，K8S 嘅個認證嘅社群嚟嘅。咁佢會員咧大約咧有28,000個會員。咁而中間嗰個咧就係 AWS StrongLink 啦。咁其實係一個 AWS 嘅認證社群。咁裏邊咧大約咧而家係9600個會員㗎。咁另外咧就係今次活動抽出嚟嘅嗰個贊助商啦，就係 K8SUG。咁咧亦都係應該相信係 Kubernetes 裏邊最活躍嘅一個 UG 啦。裏邊咧就大約有25,000人㗎。好，咁至於個活動詳情啦，其實咧係3月呢一個咧係抽出呢一啲嘅活動，呢啲嘅優惠券出嚟啦，可以話係。咁其實咧個 K8SUG 咧喺今年嘅1月其實都有抽過，喺2月嘅時候咧都係有抽過。咁所以咧會唔會喺4月嘅時候仍然都係會再送出呢一個免費嘅認證考試券咧？其實有機會嘅。咁到時咧我又會再同大家講一講㗎，我都會留意一下㗎。好，咁至於個報名嘅網址啦，咁就係去呢一個 http://free.k8sug.com， 咁佢會redirect你去另一張 form 上面咧，去填翻一啲資料嘅。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請 forward 啦、comment 啦、like 啦，同埋 subscribe 本台㗎。多謝大家支持。咪住咪住，千祈唔好走住。其實仲有其他嘅優惠嘅，但係就唔係屬於今次嘅抽獎噶啦。其實 K8SUG 咧，佢亦都有另外2個特別嘅優惠推咗出嚟嘅。第一個係47% off 去呢個 Cloud subscriptions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想報一啲線上嘅課程，然之後自己準備去考試嘅話咧，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幾好嘅 resource。咁另外啦，第二個就係30% off on 呢個 Linux Foundations。咁如無意外應該係講緊 Linux Foundation 裏邊屬於 Kubernetes 嘅一啲 certificate 嘅 exam，應該係有30% off 㗎。咁雖然唔係100% off，又唔係50% off，但係30% off 咧點都好過係你俾足100% 啦嚇。咁呢2個咧就係今次同大家咧揾到翻嚟嘅其他嘅一啲嘅優惠嚟嘅。好，翻嚟呢度啦，都係最尾一句，請大家 forward、comment、like 同埋 subscribe 本台，多謝大家支持，拜拜。